70年前，谈论二次大战打下的台湾也结束嘅日本50年嘅殖民统治。不过经过嘅70年嘅时间，还有许多嘅当时留下来嘅争议都已唔成解决。甚至就连前总统李登辉也认为，70年前台湾无抗日的问题，因正嘅当时台湾嘅祖国系日本，伊安嚟讲也引起嘅议论。除了两岸汉体长对日抗战嘅反义强以外，嘅当时嘅国民政府系光复也算接受台湾，也系国家睇长嘅重点。到底台湾应该睇用哪一个角度来看二战呢？今日希斯客家电视推出呢啲报道，向下来讨论。福强同日本受解下，唔但唱中甘蔗出糖，咪是日本空军嘅临时基地。太平洋战争嘅每一期，日本是头发连功夫通常后派一片是一个临时嘅空军基地。经过70年嘅时间，当地嘅居民呢，利用本来嘅蔬菜做一个基本工业，甚至安尼飞行器嘅模型哦，主要是喺扮演当地两个集团历史。那夏无当我萨古拉诺伊咖喱。启动就爱抢夺日本军歌，也下83世纪光复强老者入营长，面对头摆套日本军机场做工嘅事情，还係記得清清楚楚。帮忙做什么呢？跟那个他们飞行员的这个杂工、勤务工、勤务兵啊，给他洗碗筷啦，给他扫地啦，整理环境啦。但是是到1944年代，才能美军到太平洋战場見打仗，不到快速嘅得到結果，是針對日軍嘅機體來轟炸，是人家下嘅東台灣咪係美軍攻擊嘅目標。後來呢，有50公斤炸彈啊，100公斤的炸彈，哦，那個35公尺的方寸啊有啦。當其時美軍對台灣國體動接嘅轟炸。前任中嘅是1945年5月31日嘅台北太轟炸，就統計計下一年死亡嘅人數是超過3300，但是呢段歷史聽得日本打輸，慢慢嘅都冇人講咧。疲れたもちんは自分の赴くところ、耐え難きを耐え、忍び難きを忍び、もって万世のために太平洋を開かんと欲す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，聽聽國民政府接管，台灣一下對戰派國變做戰勝國。長久以來，台灣官方未用打仗對日8年抗戰嘅國土紀念意見。不過，我哋嘅觀點對實受過日本統治嘅台灣來講，實像係一段並唔出蔬菜嘅歷史。我們台灣多數的人的祖先或者是長輩經歷過這段歷史，竟然沒有在課本裡面有做一些應有的呈現，那這個其實也就是我們課本所呈現的這些歷史的所謂的事實，其實違背我們真實的生活經驗。我們可以站在戰勝國的角度，但是呢，我們不能忘記台灣那個時候在日本殖民底下，他所受到的苦難。然後這苦難的加諸者，其實比較尷尬的就是後來戰勝國的這一方所加給台灣人。我就未強調是了解執政者生活建立對統治有利嘅史觀，但是歷史嘅事實，實未係大家執政嘅人聽出而面對嘅課題。我希望是透過歷史嘅還原，能夠好多人是了解70年前嘅台灣到底發生過哪啲事情。客家新聞林金洲，青年最了記者，綜合報道。